誤判。有一日，當我個汽車咧係等緊入汽油嘅時候咧，忽然有一個乞兒行埋嚟向我要錢喎。我就諗呢度嘅文化咧係靠好行為先至可以積德去上天堂嘅，咁我就唔同意啦，所以我就冇俾咯。跟住佢就話：你顧住你收尾嗰2年啊！世人啊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，他向你所要嘅係咩呢？只要你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嘅心，與你嘅神同行。彌迦書6章8節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嘅罪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